今日要讀嘅經文係喺出埃及記嘅第11章、12章、馬可福音第3章、詩篇第31篇。出埃及記第11章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我再使一種災禍臨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後法老他必讓你們離開這裏。他讓你們離開的時候，必全部趕逐你們離開這地。現在你要告訴人民，叫他們男女各人向自己的鄰舍索取銀器、金器。耶和華使人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同時摩西在埃及地，在法老臣僕的眼前和人民的眼前，都成了偉大的人物。摩西說：耶和華這樣說，大約半夜的時候，我要出去巡行埃及地，在埃及地所有頭生的都必死亡，就是從坐王位的法老的長子，直到推磨的婢女的長子，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都必死亡。在埃及全地必有大哀號，這樣的哀號從前未曾有過，以後也必再沒有。但是對於所有的以色列人，無論是人或是牲畜，連狗也不敢向他們叫吠，為要使你們知道耶和華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別出來的。你所有的臣僕都必下到我這裏來，向我下跪，說：你和所有跟從你的人民都出去吧，然後我才出去。於是摩西氣憤憤地離開法老出去了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法老必不聽你們的話，好使我的神蹟在埃及地加增起來。摩西和亞倫在法老面前行了這一切神蹟，但耶和華使法老的心剛硬，所以他不肯讓以色列人離開他的地。出埃及記第12章。耶和華在埃及地告訴摩西和亞倫說：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，為一年的第一個月。你們要告訴以色列全體會眾說：本月初10，他們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隻。如果一家的人太少，吃不了一隻羊羔，家長就要和靠近他家的鄰居按着人數共取一隻。你們預備羊羔的時候，要按着各人的食量計算。你們的羊羔要毫無殘疾，1歲以內的公羊。你們可以從綿羊或山羊裏取。你們要把羊羔留到本月14日，在黃昏的時候，以色列全體會眾要把羊羔宰殺。他們要取點血，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兩邊的門柱和門楣上。當那一夜，你們要吃羊羔的肉，肉要用火烤了，和無酵餅與苦菜一同吃，不可吃生的，也不可用水煮，只可吃用火烤的。頭腿和內臟都一起吃。你們一點也不可留到早晨，如果有一點留到早晨，就要用火燒掉。你們要這樣吃羊羔，腰間束上帶，腳上穿着鞋，手中拿着杖，快速地吃。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，因為在那一夜，我要走遍埃及地，把埃及地所有頭生的，無論是人或是牲畜，都要殺掉。我也要審判埃及的一切臣子。我是耶和華。這血要在你們居住的房屋上作你們的記號。我擊打埃及地的時候，一看見這血，
就越過你們去，災禍必不臨到你們身上，毀滅你們。這一日必作你們的紀念日，你們要守這日為耶和華的節，你們要世世代代守這節日作永遠的定例。你們要吃無酵餅7天，可是第一天就要把酵從你們的家中除去，因為從第一日起直到第7日，凡吃有酵之物的，那人必從以色列中被除滅。第一日你們要有聖會，第7日你們也要有聖會。這2日之內，除了預備各人所要吃的以外，一切工作都不可作。你們要守無酵節，因為就在這一天，我把你們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來。所以你們要世世代代守這一日作為永遠的定例。從正月14日晚上起，直到本月21日晚上止，你們要吃無酵餅。7日之內，在你們的家中不可有酵，因為凡吃有酵之物的，無論是外國人或是本地人，那人必從以色列的會眾中被剪除。凡是有酵的，你們都不可吃。在你們一切居住的地方，你們都要吃無酵餅。於是摩西把以色列的眾長老招了來，對他們說：你們要按着家族自己選取羊羔，把這逾越節的羊羔宰殺了，要拿一把牛膝草澆在盤中的血裏，然後把盤裏的血塗在門楣上和兩邊的門柱上。你們誰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門，直到早晨，因為耶和華要走遍各處擊打埃及人。他一看見門楣和兩邊的門柱上有血，就越過那門，不讓那毀滅者進入你們的房屋來擊殺你們。這教訓你們必須遵守，作為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的定例。日後你們進了耶和華應許賜給你們的那地的時候，就必須守這敬拜之禮。日後如果你們的子孫問你們這敬拜之禮有什麼意思，你們就要回答：這是獻給耶和華逾越節的祭。耶和華擊殺埃及人的時候，越過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房屋，救了我們的家。於是人民低頭敬拜，以色列人就去行了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和亞倫，以色列人就照樣行了。到了半夜，耶和華把埃及地所有的長子，就是從坐王位的法老的長子，直到監牢裏遭囚禁的人的長子，以及所有頭生的牲畜，都擊殺了。在那一夜，法老本人和他所有的臣僕，以及全埃及的人都起來了。在埃及有極大的哀號，因為沒有一家不死人的。夜裏，法老把摩西和亞倫召了來說：你們和以色列人都起來，離開我的人民出去，照着你們所說的，去侍奉耶和華吧，也照着你們所說的，連羊群、牛群都帶着走吧，並且要為我祝福。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，要他們趕快離開此地，因為他們說：我們都要死了。以色列人就拿了沒有發過酵的生麵，用衣服把踹麵盤綁好，拱在肩頭上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話行了，他們向埃及人索取銀器、金器和衣服。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埃及人就給了他們所要求的，這樣他們就奪去了埃及人的財物。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到疏割去，除了小孩子以外，步行的男人約有60萬。
又有混雜多族的一群人和他們一同上去。他們還帶着羊群、牛群和無數的牲畜同去。他們把從埃及帶出來的三面烘成了無酵的圓餅，這三面原是沒有發過酵的，因為他們被驅逐離開埃及，所以不能停留，也沒有為自己預備食糧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時間共有430年之久。就在430年屆滿的那一天，耶和華的全軍都從埃及地出來了。這是向耶和華守的一夜，因為耶和華把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，所以這一夜是所有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向耶和華守的一夜。耶和華對摩西和亞倫說：逾越節的定例是這樣。凡是外族人都不可以吃羊羔的肉，但是各人用銀子買回來的奴僕，如果你給他行了割禮，他就可以吃了。寄居和受雇的都不可以吃，必須在同一間房子裏吃。你不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帶出外面。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。以色列全體會眾都要守這逾越節。如果有外族人寄居在你們中間，也願向耶和華守逾越節，他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，然後他才可以前來守逾越節。他就必像本地人一樣。但所有未受割禮的人都不可以吃這羊羔。本地人和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族人都同屬一例。所有以色列人都奉行了。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和亞倫，他們就怎樣行了。就在這一天，耶和華按着他們的軍隊，把以色列人從埃及地領出來。馬可福音第3章。耶穌又進了會堂，在那裏有一個人，他的一隻手枯乾了。眾人窺探他會不會在安息日醫治那個人，好去控告他。耶穌對那一隻手枯乾了的人說：起來，站在當中。又對他們說：在安息日哪一樣是可以作的呢？作好事還是壞事？救命還是害命？他們一聲不響。耶穌怒目環視他們，因他們的心剛硬而難過，就對那人說：伸出手來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復原了。法利賽人出來，立刻和希律黨人商量怎樣對付耶穌，好除掉他。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，一大群從加利利來的人跟着他，還有許多人聽見他所作的一切事，就從猶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曼、約旦河外和推羅、西頓一帶地方來到他跟前。因為人多，耶穌就吩咐門徒為他預備一隻小船，免得眾人擁擠他。他醫好了許多人，所以凡有病的都擠過來要摸他。污靈每次看到他，就撲倒在他面前，大聲喊叫說：你是神的兒子。耶穌再三嚴厲地吩咐他們，不要把他的身份張揚出去。耶穌上了山，呼召自己所要的人。他們就來了，他選立了12個人，稱他們為使徒，要他們跟自己常在一起，好差遣他們去傳道。又有權柄趕鬼。他選立的12個人是西門，耶穌給他起名叫彼得；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約翰，耶穌給他們2人起名叫半利其，就是雷子的意思；安德烈、腓力、巴多羅買、馬太、多馬、亞勒腓的兒子雅各、達太、
激進派的西門，以及加略人猶大，就是出賣耶穌的那個人。耶穌進了屋子，群眾又聚了來，以致他們連飯都不能吃。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聽見了，就出來抓住他，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。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經學家說，他有別西卜附在身上，又說他靠着鬼王趕鬼。耶穌把他們叫來，用比喻對他們說，撒旦怎能趕逐撒旦呢？一國若自相紛爭，那國就站立不住。一家若自相紛爭，那家就站立不住。如果撒旦自相攻打紛爭，不但站立不住，而且還要滅亡。誰都不能進入壯漢的家搶奪他的財物，除非先把壯漢捆綁起來，才可以搶劫他的家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世人的一切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以得到赦免，但褻瀆聖靈的就永世不得赦免，他還要擔當罪惡到永遠。耶穌說這話是因為他們說他有污靈附在身上。耶穌的母親和弟弟來了，站在外面傳話給他，叫他出來。有許多人正圍坐在耶穌身邊，他們告訴他：你看，你的母親和弟弟在外面找你。耶穌回答他們：誰是我的母親，我的弟兄呢？於是四面觀看那些圍坐的人，說：你們看，我的母親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神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。詩篇第31篇。耶和華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求你按着你的公義搭救我，求你留心聽我，趕快拯救我，求你作我堅固的磐石，作拯救我的堅壘，因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堅壘。為你名的緣故，求你帶領我，引導我，求你救我脫離人為我暗設的網羅，因為你是我的避難所。我把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，耶和華信實的神啊，你救贖了我。我恨惡那些信奉虛無偶像的人，至於我卻倚靠耶和華。我要因你的慈愛歡喜快樂，因為你看見了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痛苦。你沒有把我交在仇敵的手裏，你使我的腳站穩在寬闊之地。耶和華，求你恩待我，因為我在患難之中，我的眼睛因愁煩昏花，我的身、我的心也都衰殘。我的生命因愁苦耗盡，我的歲月在嘆息中消逝，我的力量因罪孽衰退，我的骨頭也枯乾。我因眾仇敵的緣故，成了眾人羞辱的對象，在我的鄰居面前更是這樣。認識我的人都懼怕我，在街上看見我的都避開我。我被人完全忘記，如同死了的人，我好像破碎的器皿。我聽見許多人的毀謗，四周都有驚嚇，他們一同商議攻擊我，圖謀要取我的性命。但是耶和華，我還是倚靠你。我說你是我的神，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。求你救我脫離我仇敵的手和那些迫害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臉光照你的僕人，以你的慈愛拯救我。耶和華，求你不要使我羞愧，因為我向你呼求。求你使惡人羞愧，使他們在陰間靜寂無聲。那些情驕傲、態度輕慢、說話狂傲、攻擊義人的，願他們說謊的嘴唇啞而無聲。
耶和華，你為敬畏你的人所珍藏的好處，為投靠你的人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多麼豐盛！你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，免得他們陷在世人的陰謀裏；又把他們保護在帳棚內，以免落在口舌的爭競中。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，因為我在被圍困的城裏，他就向我顯出他奇妙的慈愛。至於我曾在驚恐中說，我從你眼前被隔絕。可是我向你呼求的時候，你還是垂聽了我懇求的聲音。耶和華的眾聖民啊，你們都要愛耶和華。耶和華保護誠實的人，卻嚴厲地報應行事驕傲的人。所有仰望耶和華的人，你們都要剛強，堅固你們的心。